哎，咱哥伦比亚出去盘上济的时阵哦，差不多2个月就踮遮办一场发表会。迄当时歌手徛起来，迄是规排的呢。即马敢若剩2个歌手尔。我倒啦，时机无共，歹年冬啦。经理，恁莫遐尔悲观啦，我感觉咱台湾歌一定会阁好起来。上好是安尼呢，爱靠恁这少年拍拼。阿红啊，你创啥？紧啊！哦。哥伦比亚最后一场的发表会啦，台湾歌要紧唱哦，最后一场。时辰甲爱唱的啦，足好听哦。这互你。李先生，你食物件？哎，这啥？这啥物啊？哎，哥伦比亚最后的发表会啦。啊，可是网络上哪就遐功夫啊？既然就买落台语歌，敢有需要搁办啥物最后的发表会？安尼对个听众才有交代啊，顺续搁会当多趁一地啊。啊，你家己做指挥哦？系啊。啊，你敢要去？无好讲，来个听看卖啊。今仔日真感谢大家来参加哥伦比亚最后一场台湾流行歌的发表会。咱即马就邀请卡西瓦诺社长来甲大家讲几句话。社长，どうぞ。皆様こんにちは。柏野と申します。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。今日はコロンビア台湾流行曲の最後の発表会です。我要感謝大家對哥倫比亞劇團的支持甲捧場。我對每一條歌拢有真深的感情，我相信大家拢甲我同款。我嘛要感谢所有作词、作曲、甲参加制作台湾流行歌曲的人，感谢你。皆様、長い間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。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咱今麦来欢迎顺手小姐艾小姐。最後の曲だよ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人阮彼日甲伊双人做阵去游港，伊有对阮讲起爱情，说出青春梦，又讲阮细心爱娇，生生真活动，予阮一世。
老师有带册无？买读咯。好哈，无读好，就是跌枪样样诶。安尼啦，对无？哎呀妈，根本无带毛啊！好。哈？坐好来。用啊。呀，中年嘅。啊唔，得去动机啊？唔带去，顶下转来啊，将去新竹拢用着团圆。超人嘞！超人嘞！超人嘞！年夫啊，你连露台都没过来。你看。然后，缘分做三位，阿爸去东京，迄上爱做较大嘅退路。孕妇，你待在阿 Q 嘅母卡，我有礼貌，会规矩，对吗？阿妹，你看。低调啊，老娘妹去强烈，可是惩罚都被某偏离。你看，要天出娘妹，出后你拢会，对吗？来的。好嘞，再努力嘞。哎，你哪会忽然间要去参加歌舞团？竟然去四个演出？无啦，人早就甲我招啊，是因为我要参加哥伦比亚最后演出，我才叫因先去，跟我去啊。你一个人伫外口，爱注意身体啊。好啦，我知啦，你嘛是哦，爱好我做工课哈。你有啥物代志啊？行，看嘛。你看嘛。如果有人要去替日本人送死，我希望因拢会当平安倒转来。你看啥？互我听看卖。你跟我来者。
你等我一下，我随就回来哦。歹紧，已经拖到规个细胞啊，即马安怎治疗拢无效啊。我敢若会当互伊一寡药啊，互伊莫遮艰苦。你转去了后，一定要注意，要细腻，莫去互话着。医生安怎讲？敢有当你去厝啊？好啊，咱即摆来等，人家款款的，来来来。够啊啦，就这个。来，等一下去。你小心吼，来来。有啥理由？这厝吼是有淡薄仔旧啦，对恁吼较委屈啦。对啦，我倒会好好宿舍。你要买物件吼来找我，我牵手嘛是客人，伊会使吼甲你斗相共。多谢你。安尼我先来走。那就讲再见。再见。多谢你哦。多谢啊。阿妹，后的愈抠愈垃圾，放大地。俩米就很硬的，俩下还来不卡，表手一下就抢你啊！